驛馬運排行榜第一名係屬猴嘅朋友，屬猴因為本身就有驛馬星，而本來嘅4個生肖蛇、豬、虎、猴就係驛馬生肖，所以當驛馬行到屬猴嘅時間就更加強勁啦，要跑嚟跑去，走嚟走去，多出差，多去唔同嘅地方。所謂動中生財，做生意嘅朋友不妨拓展一啲唔同嘅市場，又或者打工嘅朋友咧都多啲出下門，自然運氣好啲㗎。第二名就係屬老鼠嘅朋友。子午衝，因為衝太歲啊，所以今年無論你想唔想都要有一啲嘅走動或者變化。同埋衝太歲嘅年份其實就好似人哋嚟打你咁樣，如果能夠多啲走動反而係好，如果坐喺一個地方就會受到一啲負面嘅影響㗎啦。而至於第3名朋友就係屬狗嘅朋友，屬狗嘅朋友有地解星，地解係代表住田宅嘅變化，今年可能有樓宇嘅買賣啦，又或者公司變咗地方，你可能要好多時出差，甚至乎咧去咗第二度長居嘅噃。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今年咧我哋就要留心下自己嘅身體健康，因為會有水土不服嘅情況出現㗎。咁注意一下平安，今年多走動都唔係壞事嚟嘅。